所以若长时间伫室内，或者是伫封闭的空间，就真适合去用加这种的空气中的铺粒啊，来传播着病毒。所以若伫即几个所在，就要特别小心咯。像伫即个无开窗仔门的会议室，像伫即个封闭的 KTV 的包厢，还佫有SPA 遮的所在等等。若是长时间爱踮在遮的空间内底，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，嘛要加强空气的流通。 由于气溶胶有机会透过眼睛来传播，因此像汽车这种密闭空间就有机会被传染。像大细间公司行号拢有会议室，迄若门关起来开会，人拢坐甲真晏，空间嘛无大。KTV 的房间，一个人伫咧唱歌，时间拢上到1点钟、2点钟，更加免讲保持社交距离。要女性爱去做 SPA 的，不管是美容还是美体，拢是一个人一间小房间，因为疗程拢必须甲美容师有接触。 就算有挂喙安，嘛真歹防范，比喙烂更较轻的气夹，再加上这场所拢符合封闭空间甲长时间两个原则。若是讲内面有确诊的人，迄若无设置，就可能去围着。尽量避免在这个疫情比较尖峰时刻的时候去这些场所。现在觉得台湾防疫还是做得蛮好的，所以可能还是不会想太多。 感染科医生建议讲，上好避免长时间伫咧封闭的空间，安尼就使降低围着的风险。 那你假如说空调没有改善的话，你就开窗，让它有气流产生，因为气流它很容易把那个所谓的气溶胶那个小的飞沫把它带走。那伫室内活动要加强空气的流通，本土疫情警戒也未解除，室内室外防疫拢袂使放松。